2000零蚊個月供就可以買到一個1000尺嘅4房。嗱，正常咧供一個單位咧，基本上4房咧都要上到3000左右，全部都裝修好晒嘅。買呢啲單位咧個好處咧就係唔使煩。定制嘅櫃啦，都係一線品牌服務部嘅，包括埋呢啲水晶燈咧，全部都同你搭配好晒啦。呢一個騎樓咧，嗱方方正正嘅，大概都係喺2米左右嘅幅度，因為佢房間夠深，所以佢擺嘅 size 咧，全部咧係呢啲 king size 嘅。而家呢度咧做咗一個咧，就係到頂嘅呢啲大衣櫃嚇。Hello， 大家好，我係美麗啊。咁今日咧嚟到咗大亞灣嘅卓越商圈呢一度吓，咁啊呢度咧距離萬達商場咧10分鐘嘅車程咧就可以嚟到啦。平時如果係 call 車過嚟嘅話咧，都係10分8分鐘嘅一個滴滴車就可以直接嚟到翻我哋呢一個屋苑。咁我哋今日咧嚟到翻呢度咧，點解我要講卓越商圈咧？因為對面咧就屬於卓越蔚藍天地，其實咧屬於一個小眾嘅商場嚟嘅。呢度咧亦都係有得行街啦、買嘢啦、睇戲啦，包括咧。大家最關心嘅西湖出行咧，喺呢度咧就係屬於巴士總站。咁喺呢度直接屋苑咧對面呢個位置咧，每一日咧6點零鐘咧就有西湖巴士直接喺呢度坐車去到翻羅湖關口噶啦，18個8嘅啫。咁如果咧你唔想坐我哋呢個西湖巴士咧，仲有一種交通方式可以提供俾到大家，268公交車，大亞灣嘅市政巴士可以直接喺呢度咧坐車去到深圳14號線嘅沙田地鐵站，亦都可以往東面咧去到十里銀灘，去到霞涌，去到澳頭都係有車嘅。咁我哋今日咧嚟到翻呢度咧，主要有一套咧好靚嘅一個單位咧，介紹俾到大家吓，4房單位70零萬咧就可以搞得掂噶啦，首期咧10零萬嘅啫。咁如果對於你又唔想話咁高嘅月供，2000零蚊個月供就可以買到一個1000尺嘅4房。嗱，正常咧供一個單位咧，基本上4房咧都要上到3000左右。我哋今日介紹呢套單位咧，基本上咧你如果係收租嚟計下。因為佢呢一個單位咧，全部都係拎包入住個狀態。如果你喺呢個單位攞去收租咧，每個月咧都可以租翻個2500蚊。如果你做翻幾年房東咧，相當於咧你只需要每個月供300蚊咧就可以攞低噶啦吓。咁跟住我哋嘅鏡頭咧望望啦，呢度咧就係秋谷康城啦，屬於大亞灣嘅本土發展商。咁喺呢邊咧開發過好多樓盤嘅，譬如話秋谷陽光里包括豐谷天煞咧都係佢開發嘅。咁沿住我哋嘅單位上去睇睇啦吓。喜歡我的遮臉，任由途人發現，盡灌腸，用心把這情緒歌中演，唱情歌，齊齊來一遍，無時無刻都記住掌聲響遍天，來唱情歌。從頭再一遍，餘情濃有點淚流難避免，任雞起跌拍子改變，每首歌是每張臉。嗱，而家咧嚟到咗單位樓上呢一度啦。咁今日咧帶大家睇翻一個咧101平方1000尺嘅單位，可以做到4房嘅。咁先從門口呢度咧開始同大家介紹翻啦吓。缺點咧入嚟嘅時候咧，可能咧好多觀眾朋友咧會見到，離隔離個單位係比較近嘅。但係咧，我頭先一見到咧呢個門係往外開嘅，咁就唔使擔心咧，大家開門嘅時候咧會打交噶啦嚇。咁呢套單位咧就係全新去執過啦，亦都係咧裝過設計過嘅。咁入門嘅呢一個門咧就係黃力牌嘅，咁密碼拍卡啦、人面識別啦、一體化嘅一個門鎖嚟嘅。咁其實咧呢度咧係屬於一個咧就係老式嘅一個小區，咁交樓到現時咧已經係有成12-13年噶啦。咁其實咧主打咧，我認為呢度嘅賣點咧就係佢嘅單位實用率係比較高，同埋佢係屬於一種小高層。喺惠州片區嚟講咧，大家睇樓咧20幾層嘅或者係30幾層嘅一啲高層單位睇得比較多嘅。咁我哋呢個咧其實先至10零層嘅啫。咁再行翻過嚟咧，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入門嘅玄關啦嚇。咁喺呢度咧做咗一個玄關嘅一個換鞋區。咁入到嚟呢度咧，其實咧佢係一個入戶花園嚟佈建嘅一間房嚟嘅。咁如果咧你有雜物房嘅需求啦，或者係想要做翻一個小小嘅一個空間啦，譬如話做一個佛堂，或者係喺呢度咧做一個小型嘅一個
即係自己嗰個空間啦，我覺得呢個位置都可以自己利用起身嘅。呢個空間咧就唔係話太大嚇，咁大約咧就2米闊到啦。咁我哋呢一個位置咧就係一個落地玻璃窗嚟嘅，有2扇窗，咁其實打開咗之後咧係會比較對流嘅。咁呢邊咧係朝東向嘅，因為今日係陰天嘅原因啦，所以其實有啲烏雲密佈嘅感覺嚇。咁如果平時翻風嘅時候咧，其實咧呢個位置咧都可以見到即係有啲樹景嘅感覺啦。咁如果天氣晴朗嘅時候咧，就會比較靚啲啦嚇。同埋呢一座一落樓樓下咧，就屬於小區嘅呢個大門口嚟嘅嚇。咁行翻過嚟咧，望翻啦嚇，參考下嗱，全部都裝修好晒嘅。買呢啲單位咧個好處咧就係唔使煩，定製嘅櫃啦，都係一線品牌淘寶寶嘅。包括埋呢啲水晶燈咧，全部都同你搭配好晒啦，連埋晒佢嘅呢個冷氣機咧，都係全屋嘅呢個風管機嚟嘅。咁佢係做咗中央空調嘅嗰種形式啦，美的嘅一線品牌，連埋晒你見到嘅雲石台啦、梳化啦、電視背景牆咧，就係缺咗一個大電視嘅啫。咁你基礎上嘅嘢咧，其實都係唔使話點去配嘅。咁佢擺咗個磚咧，地下嘅磚咧都係呢種咧，好似仿雲石嘅呢種1.2米嘅磚。咁其實佢嘅客廳開積咧係有達到咗3.8米嘅。咁中間呢度咧就係食飯台啦。其實按照翻咁樣嘅一套家私搭配落嚟咧，因為呢個單位屬於一個4房，雖然門口嗰個位置咧係冇床啦。咁其實大概咧咁樣買家私嚟應該都要3萬蚊左右嘅。咁行翻入嚟咧，呢度咧係廚房。呢個廚房咧講真咧有一個比較雞肋嘅問題咧，就係擺唔到個雪櫃，個雪櫃唔知擺邊度，係咪先？可能咧你個雪櫃咧就要擺出邊嘅啦。咁其實咧佢個空間嚟講咧，就係個廚房嘅空間咧會局促少少。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即係洗菜區啦、切菜區啦，跟住喺呢度煮啦。咁因為佢呢個單位咧佢係舊式嘅嗰種，佢冇生活露台嘅，所以佢係個廚房呢度咧做咗個熱水爐，熱水爐都包埋噶啦。到時候咧就開通翻呢個燃氣表咧，報裝翻就 OK 噶啦。呢層樓咧其實咧業主當年係投資買翻嚟嘅，到現時咧都係啱啱先至裝修好嚇。咁行翻過嚟呢邊咧就係睇翻我哋呢個超闊嘅4米長嘅騎樓。咁可以望到咧嗱，我哋呢啲咧10零層嘅呢啲層高咧，其實咧佢望起身嘅感覺咧，其實咧就有嗰種咧。蘇式小院嘅嗰種感覺啦，咁耷低頭往下望咧，可見到咧嗱，小區咧都係比較多呢啲綠化嘅，咁好多小學生啦，啱放學嗱，小朋友喺呢度，隔離咧呢度咧就係屬於我哋嘅呢一個學區嚟嘅，再前少少咧就係我哋嘅呢個板樟嶺嘅森林公園。咁如果平時想行山啊、鍛鍊啊、休閒咧，其實咧都係比較舒服嘅。喺我哋呢個西面咧有一條平山河，就係屬於政府2016年咧同深圳咧打造緊嘅一條平山河濕地公園。咁平時中意釣魚啊、露營啊、揈支竿啊，你都可以落去釣下魚噶啦嚇。咁呢一個騎樓咧嗱，方方正正嘅，大概都係喺2米左右嘅闊度。咁呢個騎樓咧，如果平時擺個陽台凳啦，或者擺個搖搖椅，樓層咧6樓，佢唔高亦都唔算矮，所以其實啱啱好喺呢個騎樓呢度咧望到我哋嘅呢一個園林嘅一個景色嚇。咁再行翻嚟咧，再望翻下，佢嘅客廁咧呢度咧，其實咧佢個企缸位都比較寬闊嘅，同埋咧佢呢度值得一講咧，就係佢呢一個位置咧，佢係有一個好大嘅窗喺呢個位置咧，見唔見到對面咧就係卓越蔚藍天地。卓越集團咧，如果大家係有行開深圳咧，應該知道深圳係有好多卓越嘅商場，譬如話卓越未來城啦、卓越天地啦，呢啲大商場喺深圳咧係福田啊，包括喺深圳灣嗰邊都係有嘅。咁主要咧係一啲大商場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對面咧都有一個商場嘅，有肯德基啦、瑞幸咖啡啦、一啲飲品店啦，包括戲院都係有嘅。喺小區對面嗰度咧，仲可以乘坐西湖巴士咧，直達到我哋深圳嘅黃貝嶺、羅湖、蓮塘、紅嶺都係有嘅，18個8嘅啫。咁再行翻嚟咧，呢度咧就係第一間睡房啦嚇。佢呢度咧，佢擺個床咧，因為佢房間夠深，所以佢擺嘅 size 咧，全部咧係呢啲 king size 嘅。而且呢度咧做咗一個咧，就係到頂嘅呢啲大衣櫃嚇。咁全部咧都係淘寶寶嘅品牌嚟嘅嚇。咁佢呢度咧，如果係按照翻佢嘅裝修咧，因為佢係
即係裝修公司一 set 過去整嘅。咁你如果後期咧佢質保有問題啊，譬如話你嘅啲牆身啊有破損啊，喺5年之內咧佢都係幫你咧會免費幫你去修葺嘅。咁似呢啲櫃咧，其實咧佢都係有嗰個質保期嘅，所以你唔使擔心嚇。咁喺呢個鏡頭咧望出去咧就南向嘅一個望翻小區內園嘅一個花園景咯。咁佢就襯翻呢啲窗簾咁樣。咁呢度咧係冇冷氣嘅嚇，咁冷氣機咧需要咧就係房間需要自己買啦嚇。跟住咧呢間咧就細房，呢度咧擺咗出係米半床嚟嘅。咁啊每間房間咧都有埋飄台嘅。佢呢度咧比較好嘅一點咧就係佢舊式嘅小區咧，佢個窗咧係特別大嘅。你可唔可以見到咧？呢度咧個窗好大，所以佢個陰天嘅時候光線都比較好。而且佢每間房間都做好晒呢啲櫃啦，即係你唔使話去花呢個心思去整。咁價錢方面咧，東東考下你啲廣東話幾多錢？788000啊，788000嚇。咁其實咧，按照翻101平方除翻個價單咧，其實係我覺得係會喺呢個區嚟講咧，應該有啲觀眾朋友會覺得係貴嘅。但係咧，佢嘅實用面積咧，呢種101平咧，但係佢係圍到翻咧，即係佢個贈送率咧係差唔多咧送咗20個平方左右嘅。所以其實咧，你當翻佢實用嘅面積嚟計嘅話，大概都係6000零蚊1平方左右嘅啫，仲有埋晒裝修。呢個洗手間咧，可以見到咧，佢個企缸位咧係會比較大啲嘅，因為咧佢係做咗個 U 型嘅。咁呢度咧做咗一個智能座廁啦。咁啊呢度做咗一個化妝嘅呢啲鏡櫃啦，可以有埋燈光嘅。咁佢就冇做到嗰個浴室寶嚇。佢個洗手間咧就會比較寬敞啲，比較大啲。咁如果即係話咧兩個人沖涼，即係我點解講兩個人沖涼？譬如話有時有小朋友啊、細蚊仔啊，咁你大人幫佢沖涼嘅時候，呢個空間都會闊啲啊。咁呢度咧就係床尾衣櫃啦嚇，佢喺床尾呢度咧做咗個衣櫃，呢度咧做咗個收納區，咁喺呢度咧做咗一個即係邋遢嘅嗰啲擺嗰啲即係外套啊嗰啲區域咯。呢度擺咗個 king size 嘅床，佢個床咧全部都係擺咗真皮大床嚟嘅。每間房間咧都有個80公分闊嘅一個飄台。首期咧呢套單位咧圍翻落嚟咧就12萬到啦嚇，月供咧30年嚟計咧，頭先我哋計咗號係2800幾蚊嚇。圍到咧即係低嘅首期，即係因為10零萬嘅首期可以買到一個1000尺嘅4房單位，實用率又比較高，同埋咧呢度嘅即係職位嚟講咧，其實咧我認為咧實用率嚟講，相對嚟講咧，你1000尺可以做到4房嚟講，其實梗係少之又少嘅嚇。咁呢度咧管理費咧就1個2一平。咁你按照翻，如果係101平嚟講咧，一個月咧呢度嘅管理費咧先交120蚊左右嘅，真係非常之少嘅。單位咧，如果按照翻目前咧現成嘅市場咧收租咧都可以租翻個2500蚊左右嘅。咁如果你當咧你出租俾人哋嘅話咧，咁你每個月相當於你只需要花個300蚊嘅一個成本啦，你就可以人哋幫你去供樓，你就月收租一個月咧俾個幾百蚊，你就可以成為呢個單位嘅呢個房東，成為呢個業主啦嚇。咁呢一套屋咧1000尺4房，咁如果你想要70零萬喺萬達附近，又想要近翻深圳嘅，呢度咧門口咧有我哋呢個西湖巴士直達咧，可以直接坐去到深圳嘅蓮塘嘅，都係50零分鐘，1個鐘頭車嘅時間，你亦都可以坐到去羅湖門口咧。呢度咧係有我哋嘅呢個直達去深圳14號線嘅呢個沙田地鐵站嘅公交車。咁如果對於長者朋友咧，你喺呢度坐公交車過去都係20分鐘就到達噶啦。咁大家如果係對於今日嘅呢套單位感興趣嘅話咧，可以微信私信啦，或者 WhatsApp 直接聯絡美麗嘅。咁我哋咧亦都可以提供咧，可以過嚟呢邊咧實地嚟睇一睇下。咁今期嘅視頻咧，我哋講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